市府农业局2号上午伫个明治市政中心举办2025台南市农渔特产顶半年海外促销成果发表会，由着市长黄伟哲带领市府的团队，甲着侪间的参展业者，共同向外界展现台南农渔特产伫个国际市场的促销成绩。今年2025年，虽然农产品很多农渔牧产品有一些是因为天候的原因，或是因为天灾的原因，产量有所折损，但是外销的销售成果却是相当的亮丽。那尤其在上半年，在东京食品展、新加坡食品展，以及在7月份的韩国食品展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那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在原来旧的台南县区，是以这个农业生产为主，不管西南或西北。譬如说，这个在芒果就是主要集中在西南，玉井、左镇、南化、南西。那蜜枣集中在南西但是有很多水果像凤梨是集中在关庙那但是很多西北的地方也有，像哈密瓜集中在西北因此呢，我们针对一些比较很好优质的这个农产品外销，或者是鲜果外销，都有很好的成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市府团队今年顶半年积极参加国际食品展，甲着各式的海外促销的活动，总共办理18场次，参与东京、新加坡甲着韩国国际食品展，伫个海外通路办理上架，甲着推广的活动。伫新加坡的食品展创造3亿的效益，韩国食品展嘛促成将近2亿，而东京食品展竟突破4.2亿，拢创下了历史的纪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